驚爆 ！TVB 前知名女星，曾經落選港姐嘅蔡嘉欣，如今竟然已經懷孕好多個月，快啲就臨盆啦！呢位即將升級做媽媽嘅女星，呢一刻嘅心情真係又緊張又興奮，好多粉絲都企喺度等緊，好期待新生命嘅誕生。自從佢宣布懷孕嘅喜訊之後，社交媒體上面就好熱鬧。蔡嘉欣成日更新動態，大方分享自己嘅孕婦照，嗰個洋溢住幸福嘅笑容同微微隆起嘅孕肚，引得網友成日點讚祝福，大家都沉醉喺呢份喜悅入面。然而，近日蔡嘉欣再分享孕婦照嘅時候，竟然意外引發咗網友嘅熱烈討論。呢次，大家嘅目光唔再單單聚焦喺佢嗰個充滿母性光輝嘅孕肚上面，反而成日睇住佢嘅雙腳。仔細一睇，不得了！蔡嘉欣嘅雙腳浮腫得好犀利，嗰個原本好纖細嘅腳畫早就不見咗蹤影，取而代之嘅係好似饅頭咁腫脹嘅腳部，甚至連小腿都隱隱有水腫嘅跡象，睇起嚟真係好令人心痛。網友睇到呢組相之後，瞬間就炸開咗鑊，成日喺評論區留言表達自己嘅擔心同關切。有嘅網友心痛咁講：呢個浮腫得好嚴重喎，睇起嚟都好辛苦，嘉欣一定要注意身體啊！仲有嘅網友就好奇咁問：點解會腫成咁嘅？係唔係有咩唔舒服嘅地方啊？面對網友嘅熱議同關心，蔡嘉欣都好快就親自做出咗回應。據蔡嘉欣透露，其實每日朝早起身嘅時候，佢嘅雙腳都係正常嘅，完全冇水腫嘅跡象，同平時一樣輕盈靈活。但一到下午，情況就好快急轉直下，雙腳同小腿就好似被人注咗水咁，迅速腫脹起嚟，嗰種緊繃嘅感覺令到佢自己都好苦惱。佢無奈咁表示，自己都好困惑究竟係點回事，於是就專門去諮詢咗醫生。醫生同佢講，好大可能係肚入面嘅寶寶喺不斷生長發育嘅過程中，壓到咗血液回流嘅位置，導致血液循環唔暢，所以就引發咗水腫。不過好彩嘅係，佢自己冇任何唔舒服嘅感覺，所以都希望大家唔使太擔心。從目前蔡嘉欣分享嘅動態同狀態嚟睇，佢似乎都幾享受呢段懷孕嘅日子。懷孕之後，蔡嘉欣幾乎停咗所有嘅演藝工作，將全部精力都放喺安心養胎上面。但佢嘅養胎方式同我哋想象中嘅唔一樣，唔係成日瞓喺屋企唔出門，相反，佢成日出面逛街玩，盡情享受呢段特殊嘅時光。每去一個地方，佢都會好興奮咁拍一啲靚靚嘅孕婦照，然後分享到社交媒體上面，同網友進行親密互動。佢每條動態下面都充滿咗網友嘅祝福同鼓勵，大家好似都陪住佢一齊見證呢個新生命嘅成長。講起蔡嘉欣嘅懷孕歷程，就唔得唔提下佢同老公 Derek 嘅甜蜜愛情故事。今年嘅情人節，呢個充滿浪漫氣息嘅日子入面，蔡嘉欣突然喺社交媒體上面宣布咗自己懷孕嘅喜訊，呢個消息就好似重磅炸彈咁，瞬間喺粉絲圈入面引起咗好大嘅轟動。大家成日送祝福，同時都諗起咗佢同老公 Derek 嘅甜蜜往事。原來早喺2023年，蔡嘉欣就同老公 Derek 註冊結婚，仲舉辦咗一場盛大而浪漫嘅婚禮。婚禮現場，蔡嘉欣身着雪白嘅婚紗，就好似童話入面嘅公主咁，靚到令人移唔開眼。而 Derek 就西裝骨骨，帥到爆，兩個人站喺一齊，真係好似天造地設嘅一對。結婚嘅時候，蔡嘉欣就好深情咁表示，自己已經做好咗做媽媽嘅準備，會同老公一齊努力做人。如今經過2年多嘅不懈努力，夫妻倆終於如願以償，迎嚟咗屬於佢哋嘅愛情結晶。呢份嚟之不易嘅幸福，令到蔡嘉欣好珍惜，亦都令到佢對未來嘅生活充滿咗期待。不過回顧蔡嘉欣嘅過往，佢嘅演藝之路真係充滿咗波折同爭議。蔡嘉欣曾經係 TVB 出咗名嘅是非精，從佢參加港姐比賽嗰一刻開始，各種負面新聞就好似潮水咁向佢湧嚟。喺港姐比賽嘅舞台上面，其他佳麗都憑住自己嘅才華同美貌努力爭取好成績，而蔡嘉欣就因為一啲言行舉止，成為咗媒體同網友嘅關注焦點，負面新聞不斷。有人話佢心機重，為咗上位唔擇手段，仲有人質疑佢嘅實力，認為佢只係靠外貌博眼球。面對呢啲鋪天蓋地嘅負面評價，
蔡嘉欣冇太多咁解釋同回應，只係默默承受住一切。後嚟，蔡嘉欣成功加入咗 TVB， 本以為呢個係佢演藝事業嘅新起點，可冇諗到負面新聞就好似影子咁，始終緊緊跟住佢。拜金、被包養、整容、出席富豪聚會等等，呢啲負面標籤一個接一個咁貼喺佢身上，令到佢陷入咗輿論嘅漩渦入面。對於呢啲負面新聞，蔡嘉欣幾乎從未做出過正面回應，佢好似選擇咗用沉默嚟應對一切。有人猜測佢係唔想理呢啲無端嘅指責，亦都有人認為佢係等緊一個合適嘅時機嚟澄清自己。喺離開 TVB 之前嘅一年，蔡嘉欣嘅事業陷入咗低谷期，佢幾乎處於擺爛狀態，唔拍戲，唔參加綜藝，好似消失咗喺大眾嘅視野入面。嗰段時間，佢冇新嘅作品問世，亦都冇參加任何公開活動，整個人就好似一顆被遺忘嘅星星，黯淡無光。其實呢背後都有唔為人知嘅原因。喺 TVB 呢個競爭激烈嘅娛樂圈入面，蔡嘉欣雖然努力拼搏，但始終冇得到太多嘅機會同資源。佢睇住身邊嘅人一個個都事業有成，而自己卻原地踏步，心入面難免會感到失落同迷茫。再加上呢啲負面新聞嘅影響，令到佢喺演藝圈嘅發展更加舉步維艱。於是佢選擇咗暫時放下演藝事業，調整自己嘅心態。就咁熬到合約結束，蔡嘉欣毅然決然咁選擇咗全面轉型做網紅。佢好似揾到咗屬於自己嘅新方向，開始喺網絡世界入面大展拳腳。佢過去成日出嚟內地旅遊，打卡咗好多網紅城市，好似充滿歷史韻味嘅北京、繁華時尚嘅上海、風景如畫嘅杭州等等。每去一個地方，佢都會用鏡頭記錄下當地嘅美景、美食同人民風情，然後精心製作成旅遊短視頻，分享到網絡上面。佢嘅視頻風格獨特，內容豐富有趣，好快就吸引咗大量網友嘅關注。大家透過佢嘅視頻，好似都跟住佢一齊遊覽咗呢啲美麗嘅城市，感受到唔同嘅文化魅力。隨着喺網絡上面嘅知名度越嚟越高，蔡嘉欣亦都終於鼓起勇氣，對自己身上嗰啲備受爭議嘅負面新聞做出咗回應。對於拜金呢一講法，佢大方咁承認自己嘅確比較注重物質生活，但佢強調呢並唔係咩錯事。每個人都有追求美好生活嘅權利，佢只係希望透過自己嘅努力，令到自己同家人過上更好嘅生活。而且佢表示自己喺經濟上面一直都係獨立嘅，冇依靠過任何人。而對於整容呢個敏感話題，蔡嘉欣亦都表現得好坦然。佢毫不避諱咁表示，自己從10年前開始就已經接受各種醫美項目，為咗擁有更好嘅膚質同更完美嘅輪廓，佢打過肉毒桿菌，打過水光針，亦都打過所謂嘅少女針。佢認為而家整容醫美係好正常嘅事，亦都好普遍。喺呢個體驗嘅時代，好多人都會透過醫美嘅方式嚟提升自己嘅外貌同自信，冇必要去遮遮掩掩，做咗就係做咗，只要自己開心就得啦。蔡嘉欣嘅呢番回應，令到好多人對佢有咗新嘅認識。原來佢並唔係大家想象中嘅嗰種虛榮做作嘅人，而係一個真實、勇敢、敢於面對自己嘅人。佢嘅坦誠同直率，亦都贏咗唔少網友嘅讚賞同支持。如今，蔡嘉欣嘅老公 Derek 屬於富二代，屋企比較有錢，佢都可以話係如願嫁咗一位有錢人。但喺結婚之前，蔡嘉欣同 Derek 就已經穩定拍拖咗好長一段時間。佢哋嘅愛情故事冇嗰啲豪門恩怨嘅狗血情節，而係充滿咗平淡同溫馨。兩個人相識於一次偶然嘅機會，從最初嘅相識相知，到後嚟嘅相愛相守，佢哋一齊經歷咗好多風風雨雨。喺拍拖過程中 ，Derek 一直對蔡嘉欣呵護備至，無論喺生活上面定係事業上面，都俾咗佢無微不至嘅關心同支持。而蔡嘉欣亦都俾 Derek 嘅真誠同善良所打動，兩個人感情日益深厚，最終攜手走入咗婚姻嘅殿堂。喺小編睇嚟，過去蔡嘉欣就一直走嘅係黑紅路線，各種負面新聞不斷，但佢好似完全唔在乎外界嘅睇法同評價，依然按照自己嘅節奏同方式生活住。佢就好似一棵頑強嘅野草，無論遇到多大嘅風雨，都能夠堅強咁挺過嚟。不過
喺結婚之後，蔡嘉欣好似變咗一個人咁，變得低調咗好多。佢唔再好似以前咁頻密咁出現喺各種娛樂新聞入面，而係更多啲專注於自己嘅生活同家庭。如今佢又即將做媽媽啦，呢份新嘅責任同使命，無疑會令到佢更加成熟同穩重。估計喺未來嘅日子入面，佢會更加低調咁經營自己嘅生活，用心陪伴仔女成長。最後，大家一齊祝福蔡嘉欣嘅寶寶能夠平安出世，健康快樂咁成長。相信喺爸爸媽媽嘅關愛同呵護下，呢個小生命一定會擁有一個幸福美好嘅童年。亦都希望蔡嘉欣喺成為媽媽之後，能夠繼續保持呢份樂觀同堅強，同老公一齊攜手創造更加美好嘅未來。親愛嘅朋友，睇完呢篇文章，你哋有咩想同蔡嘉欣講嘅呢？歡迎喺評論區留言分享你哋嘅祝福同睇法。如果覺得呢篇文章唔錯，唔好忘記點讚加訂閱我。大家一齊期待更多精彩嘅內容。